喂，又見面啦！歡迎返嚟 Lotus Neo Channel，我係 Ethan。Web3 遊戲界嘅技術升級同社群爆發速度真係越來越瘋狂。今日就同大家一口氣深度開箱3款近期震撼社群嘅重磅鏈遊最新動態。準備好未？一齊去片。首先要睇嘅係由 Unreal Engine 5打造，畫質號稱鏈遊界天花板嘅 5D 賽博朋克開放世界 Wilder World。遊戲背景係一個融合80年代邁阿密風情與未來科幻嘅虛擬城市 Wyoming， 將賽車、射擊同沙盒探索結合埋一齊。玩家可以喺城市入邊飆車、打副本或者買虛擬地產同裝備，所有資產圍繞代幣 WILD 上鏈，形成一個龐大嘅去中心化數位國度。最近官方開放咗重磅交易更新 The Setting Passage， 玩家終於可以喺畫面入邊進行直接嘅 P2P 資產交易，用 WILD 買賣道具包、槍械、賽車裝備同 NFT。呢次更新大幅提升咗遊戲嘅經濟流動性，令打寶、改裝、變現嘅循環更加完整。中意極致畫質同硬核經濟嘅玩家，而家就係入場嘅最佳時機。第二款係 Solana 鏈上極具指標性、主打零代碼、瀏覽器即玩嘅元宇宙平台 Portals。Portals 經常被社群稱為動物森友，會遇上 Roblox。玩家完全唔使下載軟件或擁有強勁顯示卡，只要打開瀏覽器，連接 Solana 錢包，就可以即刻體驗或者創建 3D 遊戲同社交空間。平台提供極簡單嘅無代碼建造工具，任何人都可以輕鬆打造屬於自己嘅迷你遊戲同展廳。官方喺剛宣布推出跨世代嘅 Next Generation 大升級，包括3大支柱：一、全新遊戲庫，注入大量新體驗遊戲；二、Portals 商店，提供外觀同功能性道具；三、創作者市場，俾設計師將自己嘅遊戲模組上架變現，配合超過200項底層優化。Portals 正從虛擬空間建構器蛻變為 Solana 上最強大嘅去中心化娛樂中心。最後一款係近期喺 Web3 與 AI 圈子引爆討論嘅傳奇獨立神作 World of Cloudcraft。呢款遊戲最驚人嘅地方係最初由開發者用 AI 大模型喺短短2日內編程寫出原型，再由開源社群擴建而成嘅懷舊風味型 MMO。遊戲還原咗經典魔獸風格嘅9大職業、天賦樹、地下城副本、團隊 Raid 同排名 PVP 競技場，喺 Solana 鏈上運行。玩家可以透過每日任務同排行榜賺取代幣，並用遊戲幣買無屬性加成嘅型仔武器皮膚。呢個禮拜最重磅消息就係佢嘅 Steam 商店頁面已經正式上線，而家正等緊 Valve 審批。作為一款開源、網頁即玩，甚至可以訓練 AI 自動打怪嘅神奇 MMO， 一旦通過審核，將會直接將 AI X Web3 嘅遊戲體驗推向千萬級傳統 PC 玩家，絕對係今年最值得關注嘅跨界合碼。好啦，到3款遊戲介紹完，無論係 P2P 交易嘅 Wilder World、生態擴張嘅 Portals， 定係 AI 跨界 Steam 嘅 World of Cloudcraft， 都證明2026年 Web3 遊戲正朝着更開放、更多元、更技術前沿嘅方向狂飆。有興趣就快啲去試玩。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訂閱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